你嫌啊啥？你嫌啊失去你的另外一半。什么意思？我拄仔行入来时阵啊，咱内底迄电话砰落落来呢，真假？就是迄支啊，大支迄支，规哦，你个讲照光黑哦，对，规个砰落落来。卡去搞掉哟。无啊，我有大箍，我骹是长的啊，但是我无搞着，啊伊就安尼倒落来呢，啊伊遐受伤，敢有工伤他背哈。有啊。安尼你想要互背上哟？我若直接讲着老岁的时阵，啊加个要录音，安尼是爱先录了，还是爱先送病院？当然嘛，先上病院。毋是你爱讲看流偌济岁，我流迄2滴，你嘛要送去病院啊？迄个毋是老火好。听着没有，恁拄则嫌啊失去恁的后辈，你敢知影？哎呀，为着安尼，咱来默哀3秒，送啥啦？讲笑的啦，好啦，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台开拍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节目会透过对未来小个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袂见笑。创啥啦？听明我甲你讲哦，伊今日即个歌啊，伊无印这开场互我。啊，你顶届就无留啊？你也无讲爱留迄张啊？我想讲你着要换，你可能你家己都要留落来，我有啥物法度？但是你个印别张新的啊，新的但是无开场啊。所以但是你都要甲顶届，我都有留落来啊。听明恁看，真袂见笑。这无意义好无？而且我头早嘛无看。你可能，对啊，我头早无看。真的假？真的。所以你我就抓你，我真正无看。哇哦！所以袂使讲你袂见笑，安尼是我真见笑，甲你错怪咯是无？歹势歹势吼，袂啦袂啦。安尼你即马开始袂看过，啊，著开场啊，你已经开了啊，你等下拢袂使看，为虾米？收尾的时阵嘛袂使看，啊，著要甲你考试，考另外一段，这是红进的 Q&A 嘛。有一条要甲你考试，开场，有一条要甲你考试，考你3个开场安尼。哪有啦？毋是3个啊，无是几个？明明就敢若一个尔。哦，一个开场啊。嘿啊，有啊，阁有啊，小编听你讲啊。迄也无啥咧卡掉啊。哦，上主要就是这小白拢无改变的一拍。好啦，但是咱即摆转变咱的心情，是安怎？因为咱咧念红金的批，嘿，伊开场就叫人爱较注意者，爱较注意者。对，哦好，先来念红金的批。好。虽然最近欧北两位老话拢做凊彩的 ，PS 靠后壁，但是需要支援到个的时阵，嘛是爱有贡献。这就来分享我伫美国生产的经验，麻烦欧白面哈，提出诚意好好啊念一下哈。我伫生产的经验，总共一句6个字：我做老靠医生。我伫生头一体进前，就已经早期流产2摆。若是伫台湾，妇产科医师应该会替我安胎。啊，毋过既然我是伫美国，有新的月份抑阁伤早的时阵，根本的医生就看无啦，所以敢若会当顺其自然。第3摆有生总算是顺利啊，腹肚无真大，囡仔嘛无真大。原本想讲生产袂伤困难，我希望会当莫注止痛，莫注催生，自然生产。啊，过来就到有规律进痛的时阵，生产包摕咧，阮就去病院啊。护理师先检查产道的状况，伫咧接近啊，阁无到会当收住院的时阵，好佳在护理师真好心，就先互我办入院，毋免讲个安尼搬车转去厝等待。嘿嘿，毋知影护理师后来有后悔无？到即个等待生产的病房，第一组轮班的医师甲护理师过来甲我拍招呼，过来阮就开始等即个腹肚的变化，结果一直拢无变化。我等甲做无聊，就一直困。第一组值班医生拢下班啊，换第2组来拍招呼。我阵痛的状况也是无足强的，一直感觉腰甲脚趾痛愈来愈酸。第2组医护上班了后几点钟，医师就建议讲我来注即个催生，所以就决定催生甲止痛拢要甲注落去。麻醉科医师就来啊，止痛注了以后，连即个腰酸拢感觉无啊。结果我愈好困啊，困到第3组医护拢已经来啊，后来总算是要开始生啊。毋过安怎等力就生袂出来，伫咧3大点管连屎拢扽出来啊，表示讲我出来的方式是对的。但是我家己敢若会当甲囡仔挤出来一点点啊，几啊摆目睭金金，看囡仔的头毛走出来了后，佫揪转去。医师尾啊，敢若会当摕吸盘来甲囡仔的头吸掉咧。护理师佫爬起来甲我缀腹肚，另外佫有加下身，总算生出来呀。
黑白边可能无概念，但是有生产经验的听众听到这就会感觉有淡薄奇怪，因为真侪人拢讲美国生产的时阵袂加下身，袂得巴肚，但是我会当用亲身的经验甲大家讲，生袂出来的也是会做这两件代志啦，哈哈哈哈！惠迪我第一摆生产，就是放互去靠医生啦。生第二的时阵，原本嘛想要自然产，结果伫22周产检迄天的透早，我当在烂眠床的时阵，雄雄感觉囡仔平伫我的巴肚皮内底，哪像画一个坑。结果产检的时阵，就发现讲囡仔甲头挖起伫面顶啊，过来伊就卡掉咧，无爱甲我挖转来，落尾干那会当破腹生。第二天我就是现完全倒伫遐靠医生。生第三天的时阵，我无放弃，也是想要自然产。结果伫咧高瞻厝超音波的时阵，医生发现我顶一天破腹生囝留伫咧子宫顶悬的唇恢复了无好，伤薄啊。生产的时阵，子宫收缩的时阵，有机会对遐裂开的风险，所以也是干那会当靠医生。以上就是我靠超过10个医生生3个囡仔，真老的生产经验，甲大家分享。多谢。P.S. 伫咧遮长的细细念以后，大家应该袂记得我要 P.S. 啥物啊？我要指控。最近后面伫咧念我的批准念个足凊彩。第一无念了，第二念了无回应，第三念了无说明，无念了后一摆念就准拄煞。讲好这要念批，互阮回应，哪像伫咧线顶的对话咧？念我的念了就直接念后一篇，无意无事，这就准拄煞，嘛无爱说明一个啥物原因，敢真正无要紧。其他的听众敢会感觉讲，毋知影咱伫讲啥？好啦，无说字也是写伤长，希望袂占恁伤济时间，互黑白边无时间分享家己的经验。若无其他的铁粉，可能会叫我莫投稿哦。好啦，就安尼，爱你喏，我是红琴，而且甲拍破者。第一个就是爱拍破我讲伊生3个囡仔，伊即摆这个年代生3个囡仔的人真正是无简单，就厉害。而且伊第一题安尼，第二题安尼，伊佫有勇气生第三题呢。阿前我想想想要选恁，伊是一个，毋是你无听我讲了。阿前我想想就想要熟悉恁翁啊，你会当安尼为着伊生3个囡仔，我感觉即个翁可能真厉害。应该是真爱因翁啊。对啊，无哪有可能为着伊生3个？无一定家己想要生啊。无，伊等下就写批来讲，阮是无细字的。自然啊，自然。第二遍甲伊拍破我的是，伊的批也是真长啊，伊这婚姻的一般人无的经验。有影，嘛，互咱知影讲伫美国会发生啥物代志。伊的医生你甲伊讲 ，Hurry up up up，push down，啥话？伊先讲英语啊，还搞对伊先叫伊安尼，对骹底来，应该是安尼啦，我也袂晓英语啊。我好白讲诶。对啊，护理师 ，Don't worry，Don't worry，咁是安尼。我若是听着安尼，我会笑出来，笑一个无，咱可能无法度生。你以后敢有想要生？我嘛是自然啊，自然吼，顺其自然，有就生，无就刣安尼吼。对啊，一切拢是命啦，一切拢是命，繁华拢是梦。这时阵，繁华拢是梦。差遮济你会晓唱无？繁华拢是梦，你会晓唱无？繁华拢是梦。哇，大家拢敢若会晓唱这5个字尔。好啦，红琴啊，阮顶一集已经有解说啊吼，毋是无爱甲你回，是迄段海去啊，阮甲加掉，啊像讲有甲你念过啊，后一节说明啊，顶一集嘛说明足久啊，毋知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你若是无满意，就继续写批来甲阮指控啊。但是我感觉所有生囡仔的妈妈，咱拢爱互因上悬的敬意，是因为古早人伫咧讲生会过，加酒芳，生袂过四地帮。对。因为生囝过程当中充满了真侪无确定，对真侪风险。你看以早有迄风向啊，伊其他的迄爱妃啥物要生囝有诶拢会向变火，对，老火啊囡仔死去还是啥物哦，嘿啊，迄真是充满真侪无确定的因素。对，这辛苦。所以我认为讲会生囝的，真诶拢是足伟大的。但是这无代表讲无生囝的人就无伟大哦。对啦，人生就是安尼啦。有一句话就伫咧讲啊，无经过别人的痛苦吼，你毋通伫遐黑白苦劝别人啦。嘿啦，虽然讲咱无生囝，但是嘛无代表讲咱会当讲迄个人安怎啊。对啊。所谓女性，你爱替恁家己感觉有价值，莫因为别人讲啊，你这年岁到就是爱结婚啊，爱生囝。拜托，阮家己活甲足好诶，对阮爸母诚友好，对所有地球的物件拢足优先诶，安尼就已经真厉害啊。
对啊，无一定要结婚爱生囝啊。对啊，你看像阮两个18、9岁安尼，咱无咧烦恼这个代志。18、9岁结婚诶，伤早无？就在，还是你有想要相亲无？无呢，目前无。你咧讲讲，你已经做爱我的，所以你无需要相亲。嘿嘿嘿。你家有成真安尼？啊对啦，拄则红情讲伊腹肚无做大，囡仔嘛无做大，原本想讲真好生。伊尾来两个生出来，毋知是大还是细条。咱毋是讲迄囡仔若伤大有诶，就歹生。哦，对，卡掉。对啊，因为我第三个，我被妈妈生第三个，所以讲我那放在呢不解得出来。我别讲诶，我被妈妈等下卡掉来甲我骂。你生出来敢有做歹生？你老母敢甲你讲过？阮老母是无甲我讲，但是伊有特别讲我是阮兜上重诶，上大只诶哈。外档来讲者，我听看卖3000外哦。应该是3000外。啊，阮小弟是上细只诶，但是即嘛是阮兜上重诶。伊可能是腹肚内底吸收诶营养无够，出来外口吸收啊。对。我冇听过迄有生出来4000诶，我惊死人迄生出来遐大，我会看朋友讲，哦，你下骹做大间诶哦。毋是你想讲迄出来，伊讲生出来时阵，伊感觉伊要转去啊？伊那无想讲遮大用破腹诶。伊就想讲顺利就甲生出来啊，若无顺利才破腹啊。其实迄伊拢有安排好啊，结果就无细字互伊生出来啊，够厉害。伊讲迄那就叫拖拉窟窿着，我讲我相信啊，这不离啊大代诶。对呢，4000外。对啊，无法度想，恐怖。好，安尼起来调整一下心情，咱来听后一个批。好，后一个是苗栗的哪里写来批？哪里啊？嘿，毋是屏东啊，是苗栗哦。已经过啊，无人知吼。亲爱的爸边黑边好，因为有岁啊，3不5时就爱做身体检查。今年收到的报告有各样，只好乖乖转去病院，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逐工拢足无用，去进前先伫网络顶挂号，较毋免等伤久。挂号时看到2个医生，一个病人挂到50号，另外一个敢若2个病人，哪会安尼？是要选做一个？用骹头有想嘛知，当然是时间较长上的迄个。今日去看诊室，真是雄雄惊一条呢。无看过比阮大官搁较老的老人，阮大官85岁呢。白色色的头毛剩无偌济，要皮皮的皮肤透露出伊的年岁。我甲伊讲我无爽快的所在，伊看起来无想要插我的款，互我坐伫椅仔洗啊洗。2粒目睭对我顶甲的检查报告金金上，举一支笔伫纸顶写啊写，算啊算，亲像一个算命先，企图透过迄支笔算出我的命格、治病的原因。深头我真后悔，见到一个老医生。看伊无目地，啥物拢袂晓，对伊有寡无礼貌。过10分钟后，看伊阁真热心研究我的报告，豆豆啊，我就改变拄开始的想法。普通先生互病人1分钟，上济3分钟就甲塞出去。若是病人伤到话，就甲伊呼出去。这个先生煞电脑柄，伫我的报告读超过10分钟，斟酌看，详细算，才互我建议，互我不离啊甘心。目屎强要顶落来，台语的俗谚有一句“黑干仔底豆油”，这个先生真正是白干仔底豆呢。我想要透过恁的声音，甲伊说多谢。我是苗栗的哪里，多谢。同款阁有真古水的图，真诶，有古水的，老扣扣。迄医生画啊真好呢。嘿啊，重点是伊家己画是一只哪里呢？有个古锥的啦，啊，都哪里啊？有淡薄先恐龙。但是我感觉伊即句俗谚做了袂歹呢，白干仔底头天。意思是讲安尼拢看袂出来内底是啥，而且毋是地牛奶，白干仔地牛奶是毋是嘛看无？对啊，差不多的色，因为豆泥是毋是有淡薄安尼小块豆仔的色。但是我感觉哪里较特别呢？迄若是有的人啊去看医生，伊拢会去看迄较侪人的迄个。对，迄上侪人挂号，就代表迄个医生较有名声啦。对啊，啊你哪会想想讲要选一个无人的？可能伊无时间啊。对，伊讲伊足无用的。对，但是就互伊经着啊。对啊，你看有即个医生遮尔用心，因为伊的时间较济，所以伊就会当较详细甲你讲报告。嘿啊，而且伊可能就是老经验，就等要退休迄种。哦，对，看你的报告就知，啥物代志要注意呢。结果伊是算命先啊，其实。
就是安尼呢。人讲啊，先生缘主人风啊。嗯，看医生本来就是爱看个人的啊。对，有的人你感觉做好的，叫你去看，你嘛感觉可能会失望啊。对啊。有的医生伊讲话甲你会合，有的医生讲话甲你袂合，有的甲你骂，有的人感觉讲哦，甲我骂足爽的，医生表示伊足关心我。你讲的拢对咧。对啊，有的人感觉讲医生我来你艰苦，你去甲我骂，有无？嘿嘿嘿。对啊，所以无共款的人对这个无共款的医生，拢有无共款的结果。我白要讲无共款的兴趣，啥物趣兴趣？怪怪。无啦，这词毋对啦，你讲的对啦，无共款的结果啦，嘛是爱提醒大家，人若是无爽快，就是爱去互医生看，千万毋通拖吼。对对对。有的人啊，就是安尼拖咧拖咧，结果有哦，检查的时阵就已经愈袂好。严重啊。对啊，到时阵可能要付出更较侪时间来做治疗，安尼是真无彩。嘿啊，啥物拢无重要，身体健康上要紧。嘿，有时间就紧去检查。对，像我伫考劝大家，无迄啥物头路无你的死，无迄啥物公司无你的倒。我跟你讲，莫为着家己，家己的健康飞落去。飞到公司。袂歹啊！你最近拢公司，你最近拢知影我要讲啥？我感受到。哎呀，安尼叫啥？心大心。迄是用电的。叫你发现，哎，就是爱哔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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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电电做回答。啊，但是这医生敢有真正较济岁哈？咱敢有迄什物医生几岁爱退休？敢若无特别规定。对啊，也是讲有人知影讲医生几岁会退休的？毋是讲就是想要退休就会使退休啊？你若是就是工课做20年了。对。但是有的若是权威医生，伊可能就无法度退休。有的可能顾问啊。对啊，就是来做顾问之类的。无你卡伊只是头毛白白尔，伊可能无遐大。哦，有一种叫少年白。对，少年白，因为是个少年表公。表公无头毛。对。迄就表讲笑起来真安尼，表讲我咧讲你的歹话，你有听到无？伊等下叫新民来找我，我会惊。托梦互你。好，再来是后一张批，后一张批是莹莹写来的，莹莹要讲先生白边，我有拄过半身中医师，下等者医生无叫我哈。好啊，什么态度啊？莹莹我听到啊哈，莹莹，可能迄篇我念的啦。好，继续啊。第一摆看诊诊的时阵，就讲：哎哟，你嘛是有在修哦。人善良会使，毋过毋通甲家己过甲受歹命。明明命真好，毋免安尼委屈家己，差不多就好。因为我是食菜人，热天若是温度无啥悬的时阵，无开冷气，也是讲冷气敢若开28度。后来家己有调整，若是感觉热，就算讲是室内温度29度，我嘛是开冷气就困。定时嘛为2-3点钟增加到5-6点钟，希望我家己还有大家拢会当先甲家己照顾好，健康平安就是上大的财富。这个人是吴一宏医师，多谢，我是莹莹。哎哟，莹莹啊，你起来吹啊，热就是爱吹哈。对啊，安尼家己着刷。对啊，加艰苦的。对啊。你会记得咱之前有一集无？嘛是讲到一个冷气的时阵，伤欠的故事。嘿，轻欠。我无要加掉。轻欠的故事的时阵，讲到这个冷气啊，有一个人嘛有写批讲，因爸爸就是伤欠嘛，无开的，结果有哦，人艰苦啊。我嘛数袂着空气。我嘛捌看过有新闻啊，讲迄伤热啊，结果老人有热衰竭啊。嘿啊，迄足严重的呢。对啊，结果送病伊无救倒转来，这拢真危险。嘿啦，千万毋通甲家己讲算笑哈。真正老大人拢毋敢开冷气呢。对啊，阿嬷嘛是啊。虽然讲北极熊真重要，还是讲厝内人发生啥物意外，身躯边的人真正是袂堪治。嘿啊，咱就是尽量啦，若是要开的时阵，经即个较环保的，嘿，环保的冷媒，省电，对，一级省电。啊，喏，一级省电有啥问题？你感觉最厉害吼，对袂？当念出迄个一级，对吧？甲咧做宣传呢？无啊，就真诶啊！咱虽然讲要吹冷气，但是咱会当做环保的所在，较省电的，咱就是先甲伊准备好啊。是，因为有的人伊的冷气伤老啊，食电怪收无？伤诶。对，啊，你为着这，你规气你开一条钱，甲这物件换掉。新呢，即摆佫有补助。对，即摆政府佫有补助是真诶。明年佫有新的补助开始，所以若想要买冷气人，佫等一下哦。这个真正是宣传，愈讲愈济，我无讲是像啊。
咱这嘛是为了环保咧尽一份心力啊。对，重点是咱是关心大家的健康啦。嘿啦，因为即摆吼温室效应啊，迄热天的温度真正是愈来愈悬啊。小热，我会记我细汉时阵无遐热呢。嘿啊，细汉时阵脱肉摕困伫涂骹凉凉就好啊。即摆毋是呢，即摆是困伫涂骹会涂骹嘛是烧的，规人烧起来，我感觉我的皮肤去烫着呢。碰怕我来讲啊，烧喊。但是我即摆会去啊，阮会去阮的溪边佚佗啊。你若知我住山顶啊，阮遐有溪边通佚佗，去耍水，但是耍水耍了，等下我都会感冒。我去3届，等下拢感冒。我感觉室友等下拢感冒，拢稀咧咧一礼拜安尼。所以我最近就是想讲，先莫去好咧，先莫出去拍日。寒天毋通去。对啦，我是讲热天的时阵啊，会当去啦。好啦，我才招你来去啦吼。好，那你若无去，你安怎？无去就无去啊，无去要3000块。踮厝吹冷气啊，无去，踮厝吹冷气，有够斗久咧。你当时遮厉害，我才毋知。觉得你才知哦。我知，拢互你知。啥物啦？无啦，你去念配啦，你莫管我。后一个是死网友啊，诚久无来啊。嘿啊，死网友讲有袂变认好，一篇要用台文写出来，伤困难啊。听新的一集，小编听你讲，有够伤人的啦，伤人的声。我发现 VIP 拢有回，哎哟。死网友最近拢无回呢。医生的主题，我想要分享阮妈妈的故事。阮妈妈有着癌、大暗龟癌，佮转到淋巴、子宫等等。伊佮有阳型。自以早到即马，阮受到真侪医生的照顾，当然嘛有拄到较无好的医生。但是我想要多谢医护人员。伫阮妈妈每一届接近无法度救的时阵，因拢会拼死甲伊救回来。多谢恁的耐心甲用心。我最近也有咧练台文，王秀荣老师的册有咧读，有时阵会听阿德来开讲，足济的台语小故事。但是心中上爱又是黑白边白黑边。我是死网友，多谢。哇，阿德啊，甲你收广告费啊！你搁加一个听友啊，吼，伊也是阮的口座哦，爱加岛内过来。阿德嘛爱替阮多多宣传哦。伊可能无伫咧伊广播节目面顶安尼甲咱宣传，但是个人呢，有人啊，有听到无？伫你的广播面顶甲阮宣传一下，毋通啦。好啦，讲笑诶，莫互人压力啦。嘿啦，死朋友无要紧啦，我知影你做无用诶，你搁爱耍音乐。对啊，有乐团爱顾，还佫有妈妈爱顾，还佫写歌，对，辛苦，佫爱去受水。伊应该是放松诶啦。对，伊佫有传迄记音甲耍水诶相片，咱放伫咧后一届诶小编听你讲。好，死朋友这时阵才想起，家己嘛是 VIP 呢吼。你最近已经无啊？你这个月 VIP 无？你可能2个月 VIP 拢去用绑掉啊。好咱超过啊，去用抢转去啊哈。暂时佫先留你即个死朋友的身份哈，你甲我较注意了啊！安尼敢会伤歹？袂，我感觉死朋友有点做欢喜，伊讲哇，后边甲我骂呢，有够欢喜的啦！对，我是安尼认为的。死朋友，你若是无想好，你才甲我讲一下。有叫点着拢欢喜啦。对啊，大家拢安尼，那奇怪啊！好，再来是有啊讲黑白变恁好，医生的主题对无着，毋过我原来想要分享，讲到医生。我想起有一个医生欠我一粒头，代志是安尼。我细汉时阵常常咧破病，迄阵也无健保，所以去挂号的时，就爱报一个挂号的号码。我会记得我足接去迄间诊所，所摆我去到遐，人也袂出声。护理师看到我，就直接讲：309你过来啊！有一届感冒拖足久的，拢也袂好，连续摕足济摆药啊。迄天过去看的时，医生甲我讲：即届一定会好啦。卡输甲无好，我会投互你啦。结果原来无好，毋过我嘛无搁去找迄个医生啊。我歹势去摕伊的头，就互伊欠咧好啊。我是由啊，多谢。去摕头啊，竟然真趣味。你连甲迄去的时阵，甲我讲我甲你倒去啊，咱就举迄佚佗物啊，倒啊可以倒电讲，医生，我来摕头啊，你家己剁落来哈。较早毋是有迄卖迄物件，无甜剁头，无甜剁头，剁来做医啊。喂，足久啊，你去倒看诶？你阿妈叫你看诶啊？看新闻啊。毋是有诶啥物啊？我头你剁来做马桶无？对，你拢都在臭屁讲即种话。对，这医生都好笑诶呢。我以前嘛是呢，是安那？
去诊所拢会去用诊出来，因为诊所阮亲戚开，耳鼻喉科，因为我耳仔甲鼻仔常常有问题，所以我常常去看。嘿，尾后去迄个诊所做临时工，做迄挂号甲掠囡仔的喎，迄囡仔你哭甲，袂使甲准。无说讲出来哦，无啦，我是讲，迄囡仔你哭你袂使安怎，因为囡仔看耳鼻喉科伊安尼，伊黑白叮当，对啊，迄妈妈话来讲，我掠掉咧，我咧讲，迄妈妈拢做毋甘的，你知影？伊就毋甘掠，毋敢家底掉咧，我来讲，迄愈危险。你迄器具啊，放入去鼻仔的时阵啊，你输迄鼻水的时阵啊，你若是黑白叮当着，安尼吐落去，迄就流血安尼。对啊，迄妈妈敢若毋甘掠，阮这时阵拢会甲伊讲，妈妈来，你这骹甲你囡仔骹夹掉咧，啊，你安尼甲伊摸咧，啊，阮会连边仔甲迄，我讲哎，不要个掠掉咧。斗三工，对啊，虽然讲看起来真粗残，但是我讲这是为着囡仔的安全。嘿啊，对啊，一定爱的。那会想讲着这，讲你妈做临时工的经验。对，我你讲迄耳鼻喉科人都辛苦呢，逐工下班的时阵，爱洗做一迄机械，洗了甲放入去消毒内底，爱消毒wei内底吼，佮有做者物件爱洗，洗了你甲去洗迄个消毒wei我你讲下班了，你门关落来，佮爱洗，毋知洗过几点啊？你讲真无用呢。对啊，我洗了佮骑脚踏车转去，有够辛苦。你毋知道这临时工趁钱就辛苦，趁偌济啊？毋知，但是我会记迄当阵薪水若袂歹，因为亲情嘛。阮阿姑伊就拢算无呢，算较济互你。无呢，我甲隔壁拢是共款的薪水呢，想想起来，阮阿公咧无互我较济哈。亲兄弟拢爱算甲明明啊！对啦，阮阿姑嘛歹做人，因为迄嘛毋是阮阿姑的病院，迄是阮阿姑熟悉的。哦，对啊，我是感觉去甲迄个医生给淘汰落来。那医生伤臭屁啊，无去甲伊医生讲过都袂记得啊。对啊，无去甲伊创治一个，真正是袂堪钱哦。应该是对家己真有自信啦。哦，我想推即种啊，迄若无好，我真会做艰苦的。但是讲真实的，感冒有够恶好的。哦，有呢。对啊，阮老师有讲过，感冒是世界上上歹医的病。哦，是啊。对，因为病毒一直变啊。哦，医生惊地扫，吐水惊来流啊，流。你是要讲这哦？无，我是要听你卡登去的故事。你本人的清新就惨不啊，各位。我听种朋友讲哦，我要讲迄个急诊医师的故事啦。好，你讲。对，我是迄当阵我去个山骹遐开会，是结果毋是山骹，是隔壁栋哦，伫迄隔壁栋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想要知影我卡登去迄个所在，要去遐拍卡做纪念的。我之前是讲遐要做一个黑边卡登去的纪念故事。好，回去就是我徛起来的时候，要甲大家讲再会的时阵，就安尼小可换一下。是，迄当中我听到啪一声，嘿，我就知影讲死啊，这声害啊，迄毋是骨头就是筋。你敢知影啥？我会安尼想无？毋知，因为迄是我头一摆感觉到迄种疼，迄种疼就是吼，你会感觉讲遐熊熊有一个乌空，甲你所有的疼拢刻入迄个内底，啊熊熊你会感觉讲迄个所在就无感觉，啊搁来你徛起来想要行做，哎呀是有够疼的啦！哦哟，结果我就无法度行。我就随敲电话甲迄主管讲，主管你刚才甲我的钱包摕来，我想要去看医生。伊讲你是安怎？我讲我拄仔徛起来，我感觉我的骨头应该是有问题。结果迄当阵主管就讲伊袂赴来，叫你就来我。对，迄当阵我甲你讲我袂行，我讲我已经叫Uber啊，咱要去边仔看医生。嘿，结果迄当阵疫情的时阵去看医生无急诊呢。对，嘛无法度照电工。嘿，伊会甲我讲你爱等到暗时啊，但是嘛无法度照了嘛无法度安怎？因为迄当阵暗时无迄科。结果我就甲你讲好，无你先回去，我搁叫车，我甲去另外一间挂急诊。结果我去挂急诊啊，迄当阵呢，我已经无得落车，因为我规支脚拢肿起来。你嘛有看迄当阵无法度行无？你搁塞轮椅来甲我载。结果我去到遐的时阵，我就甲迄Uber的司机讲，司机啊，你去遐甲我塞一台轮椅来，因为我无法度行，我感觉我行袂入去。啊，司机讲啥？司机讲好啊，无咧，伊才会讲无好，伊若讲无好，我互伊一粒星，你知？啊，结果迄门口拢有迄志工啊，我就甲迄个志工讲，你敢甲我塞去急诊遐，我要挂急诊。啊，伊讲你是安怎？我讲我骹可能断去啊。嘿，伊个一个阿伯讲，哪有可能啊？你若骹断去啊，我遐好过，你怎个会晓讲话，个会笑咧？我讲哦，我是咧忍耐啦。结果我就去挂号了，伊就塞我去迄照电工。啊，照电工了，伊咧等下出来，伊就讲小姐，我甲你讲啦，无遐严重啦，你可能只是骹肿起来尔啦。伊讲你即摆看起来才有精神，个会笑。哦，我甲你讲骨头断去哦，迄种靠架会伫遐哀吼，无可能像你安尼啦。啊，结果伊就甲我塞去一个所在，伫遐等医生。啊，护理所来讲，歹势哦，迄医生袂好哦，因为我迄当阵还无结果嘛，我嘛还袂甲主管讲啊。有一个医生来，伊讲
小姐歹势吼，我请另外一个医生来甲你解说者。我想讲奇怪啊，你啥你搞招的，你毋搞解说无错。啊，叫伊会请另外一个医生来，另外一个医生来讲，你好，你有感觉讲即个特别疼无？我讲有啊。啊，你有感觉讲甲你平常时迄个疼无共款无？我讲有啊。伊讲你敢知这是安怎？我讲是安怎？我本来想讲你会较紧甲我讲啊，是创啥？为啦，我已经搞疼呢，我已呢。经都疼。伊讲因为你讲，因为你的骨头长去啊，尾啊遐佫有剩一点仔黏咧，所以这就是骨头闭去，闭到要长去安尼啦。啊，你较有长去过无？无无怪啊。你有感觉讲即个疼特别疼无？甲其他拢无共款，我做咩个塞落，你知道？对啊，那医生听起来就欢喜诶。对啊，结果伊会讲吼，你等下吼爱控石膏哦，你甲恁看讲啥，我就来甲你载是创啥，因为你这等下无法度行。我想讲哇死啊死啊！我要紧打电话甲主管讲，主管伊会讲吼，伊等下下班的时阵，伊会过来陪我。结果嘛打电话甲阮老母讲啊，过来我就等迄主管来啊。主管来的时阵，迄个阿伯拄好转来哦。迄个阿伯问讲小姐你安怎？我讲我脚真正长起来。伊讲哪会安尼？伊讲这恁爸爸。阮主管气者，我又讲无迄阮主管，伊讲哟，伊会讲我跟你讲哦，你这小姐那忍者龟咧呢，够老姊妹啦，伊脚长起，佫法度安尼会笑会讲话呢。我当时想要甲因驳落，伊两人想甲驳落。已经病院的人来安尼，人无爽快讲甲欢喜，但是可能伊是看我佫会笑啦，因可能想讲要互我心情较无共款的啦。但是这医生真是做趣味的吼。结果我感觉上歹势是安怎你知道？我迄当阵迄护理所来叫讲有人来陪你啊，来，你送伊一摆内底要控石膏。够歹势呢！我迄当阵甲咱主管现在无偌久呢，结果护理所就甲伊讲，来，你甲伊的骹摸咧，扭起来，要控石膏呢，够歹势，咱主管查甫的呢。我讲我会甲恁某讲啦吼，歹势甲。你拄则毋是讲感冒做噩好诶？我迄骨头长去嘛做噩好诶。医生甲我讲，你6礼拜就好啊。一般健康诶人就是6礼拜就好啊。是，我经过6个6礼拜。对，我会记得你的骹足久才好诶。对啊，迄当阵佫无法度呢，就佫空到我皮肤拢烂去啊，尾后佫牙关来上班，你会记啊？有佫踮厝做工课咧。对啊，好佳在迄当阵疫情，咱有有居家办公，也无真正会昏倒啊！你讲对。好啊，讲了啊，无欠啊吼，咱即个小本本内底就无记这乌边骹长去的故事，记受尾。等下哈，咱有阿塞的老话，阿塞一定是有来。你咱 IG 的 po 文有写，伊写啥？伊讲阿塞足久无来啊。你佮甲讲，妹问恁哦，恁念医师哪会亲像医师的感觉真恐怖？伊讲医生输去的感觉输啦，你莫伫遐跋筊，你就袂感觉输去真恐怖。都医师啊，无哩。对啊，无要医生。医师，医师就是华语啊，好无？我莫猜伊好会当想尾啊啦。嘛安尼讲啦，阿塞会记你来写批哦，会记来写批，来咱遮写批。白边就要无爱你啊，你较注意咧哈。好，是喂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做到扣医生是啥？伫咧山台连迄屎拢连屎是伫外口。几啊摆就是目睭金金看迄个囡仔的头毛补出来。气度透过迄只迄只几只？气度透过迄支笔，迄笔。你个即支笔有收着啊，所以着煞困无好，气上解郁。好丢啊！伊写气郁，我想讲气上解郁，头中开。你最近已经无啊？你别去，你别不是哦，鼻涕别讲哈，鼻涕鼻涕，我米涕的你要食呀？